台就出親噶嘛，唔係擂台啊嘛，你明？所以我打舞台有一次喺國內，成龍同阿李連杰拍部西片，話兩個要，跟住啲問我，你估成龍好打，因為李連杰好打，我都戇居，話你都你要問呢個問題啊，唔係我淨話咧，喂人哋拍電影人唔係打擂台啊，你話俾我聽佢兩個邊個好打，對拍電影有咩關係？你話而家我兩個打擂台嘅，你可以問我答。我而家想問喎，真係，你問咩？如果佢哋而家真係打擂台，邊個打得好咧？以你哋兩個嚇，你又同佢咁 friend，你哋呢個唔係一個好嘅。我嗰個假設為咗就五個啦。如果在实战的时候，你们俩谁更厉害呢？我很奇怪，全世界到现在一到哪里就问你跟李连杰谁厉害。在美国我就讲，人家问我谁厉害。